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病院群体感染，大卖场甲超市拢来提升到防疫的等级。美食的卖场好事多，甲高雄桃园市的卖场的试食服务拢来促销。啊，台北的门市座位区的座位减掉一半，而且甲位甲位之间的距离来扭大。另外，这个家乐福嘛甲试食拢来促销。座位变少了。 然后座位跟座位之间也变得比较空旷。活动到时啊，美食卖场来真侪人，不过真少看食饭的所在，煞无啥人坐伫咧食。连锁美式卖场呢，为了因应防疫，是在桃园以及高雄的4间门市全面取消试吃的服务。另外，全台的西式餐点用餐区也将座位减少一半。 唔是全台湾拢促销试食，不过实际去台北的卖场试食的所在有影变少。美食卖场为着防疫，嘛推出新的规定。其实像大卖场卖的这种熟食呢，以往是都可以提供试吃服务的。不过业者为了因应防疫呢，是将这试吃的服务全面取消。因为疫情啊，比较安全的。这样子是对大家都好啊。 但是票买民众甲嘴烟提掉，病毒较袂传出去。专业嘛发声明，针对桃园地区的门市，会看人客数量偌济来加强摒扫。人客休困的所在含便所嘛袂当用。另外，西美坡路的门市嘛暂停开放。大卖场的防疫搁一摆升级，民众去踅门市拢爱甲嘴烟挂好条，安尼踅街的人才能放心买物件。